伫冷战时期，担任罗西亚间谍的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探员罗伯特·汉森，初五伫美国的科罗拉多州的家乐过身，食到79岁。汉森对1985年正做间谍，偷摕美国核战计划等大量的国家机密，卖予罗西亚的情报单位。 根据科罗拉多佛罗伦斯联邦家的声明，罗伯特·汉森初五早起，互人发现伫路房内底昏迷，经过抢救无效伤去死亡，享年79岁。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指出，汉森是 FBI 史上伤害国家上严重的间谍。1985年开始，汉森向5个情报单位提供高度机密资讯，换出140多万美金，甲泉州这利益，被看作是美国头号的叛国贼。 汉森1976年1月10日正式 FBI 工作，伫纽约分部担任反情报人员。3年了后，开始主动接触苏联情报人员，替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KGB， 甲后来俄国对外情报局 SVR 做间谍。虽然捌中断活动，不过1985年，伊阁用雷蒙贾西亚假名，透过加密通信甲约定交汇地点等方式。 提速成分涉及国家人事部局调查现况加反间策略的机密档案，交换现金、泉州加国外银行的存款。汉森伫 FBI 职务因毫无限制提到反间行动细节，已透露互5方的情报，包含美国核战计划细节，加苏联驻华府大使馆地下墓坑内底秘密窃听装置，同时也出卖几啊名双面间谍。 FBI 动用300个探员调查伊几啊个月了后，2001年伫维吉尼亚州一个公园中抓到汉森，针对出卖国家机密等15项罪名全部认罪，遭判终身监禁免假释。2002年开始服刑。公司新闻，景焕庆编译。